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小康之家，我係小康，投資可以好輕鬆，你的資產你掌控。上一集呢，我哋就講咗物業活化嘅保證收益債券或者保證儲蓄保單啦。今集我哋講物業活化嘅派息基金實例。咁呢，我哋用咗兩個例子嘅，一個就係自住物業有租收，另一個就係免費幫你供樓。咁其實派息基金穩唔穩陣呢？係咪會賺息蝕價嘅呢？我就攞咗一個例子，業主黃先生，佢本身個物業估價750萬，咁我哋就幫佢做一個按揭，做7成，咁就有525萬攞到出嚟。咁每個月供款咧就會係21,377，咁個年期就30年。咁可用資金咧就有529萬，因為加埋按揭嘅現金回贈，咁今次呢個 case 咧係0.8%嘅。咁我哋就揀咗兩隻基金。一隻就係 BBB Credit Rating 嘅派息基金，每個月派8厘，咁大概就有35,000蚊一個月啦，咁就係用晒529萬放落去嘅。咁如果唔要 BBB，要隻穩陣啲嘅高 Credit Rating 啲嘅，就 A 或者 AA 級啦，就每個月派6%嘅，咁相等於咧就26,400蚊一個月。嗱，我呢度咧唔係話介紹基金，只不過攞兩隻做例子俾大家參考嘅啫。就唔係投資建議嚟嘅。好啦，咁咧俾新手去選擇派息基金咧，有3個簡單嘅大原則嘅。第一個要睇過去歷史嘅波幅，簡單嚟講就係上落越細越好，即係過去最高同過去最低嗰個差距越少越好嘅。即係譬如講緊譬如1999年成立，咁到今日為止，如果成立係10蚊，今日都係差唔多10蚊，而最高11蚊，最低9蚊，咁最正啦。不過當然大家要睇下有冇啲咁嘅基金大家可以去揾啦。跟住成立咧最少都起碼點到10年以上噶啦，建議。咁當然啦，越長越好，其實超過20年咧係更加好嘅，尤其是喺呢個2000年打前係更加好啦。咁而個派息係穩定嘅，即係起碼呢幾年你會見到 keep 住都係同一個水平或者叫差唔多，就唔好今個月年利率可能8厘，哇，下個月可能得返一半，咁變咗你估計唔到咁樣。咁當然啦，投資咧同埋按揭都涉及風險嘅，咁大家咧有需要就諮詢持牌嘅財務啦，或者係投資顧問啦。好啦，咁我哋第一隻咧就係富蘭克林入息基金嚟嘅，咁佢就派8厘啦，佢就1999年成立，咁咧呢度有兩個表，我哋睇咗左手邊嗰個先，咁你見到咧左手邊主要係關於佢嗰個派息嘅，咁佢個派息就0.067啦，其實持續咗一個頗長嘅時間，同埋如果其實上去官網咧，你會有齊晒呢啲資料可以睇到噶啦，咁我亦都會喺即係下邊條片下邊簡介嗰度咧有條 link 俾大家自己撳上去嘅。咁其實過去5年咧，佢嗰個派息咧都係持續慢慢加啲加啲咁樣嘅，咁所以幾好。咁而右手邊嗰個表咧，其實就係我由佢2000年嘅記錄到今日啦，咁攞咗啲關鍵就係最高同最低嘅水平嘅。咁佢因為2000年咧係我揾到最之前嘅 record 嚟㗎啦，咁佢就10蚊啦。跟住最高咧就係07年13.4，07年13.4，跟住之後就雷曼啦，就爆波啦，金融海嘯啦，最低係去到7蚊嘅7.06咁樣，咁跟住去到最高咧，14年又上翻13.45啦，咁最近嗰個派息日除淨咧個資產淨值咧係10.02嘅，咁最新就9.75啦咁樣，咁。呢度你會睇到佢個波幅大概就係7到13.4咯，7到13.4。嗱咁但係呢度咧，唔係 exactly 我每一日睇晒嘅，因為佢成20幾年啦。咁咧我就淨係睇佢派息日個價格嘅，咁7蚊咁樣。咁個 range 就你預上落3成咯，上落3成。好啦，咁佢係 credit rating 佢本身個網站都有寫嘅3個 B 嘅，咁呢度咧就係講緊佢過去1個月、3個月、1年、3年、5年嗰個回報係幾多？係啦，咁成立至今啦，嗰個 yield 個年化利率又係幾多？咁5厘幾啦咁樣。咁3年嘅話，呢排減息咧，佢個回報好高咁27%、28%啦，咁大家參考。
咁而下邊佢都有寫咧，就係過去10年啊，即係26到17年，2017年到2026年最高同最低嘅資產淨值，咁你可以等於即係個基金價格啦。最高最低係幾多嘅？咁個 range 都我哋都叫做唔錯嘅，都唔錯。咁但係咧，呢啲過去嘅回報咧，嗱唔代表將來啊，只係數據上面嘅分析，唔涉及任何投資建議嘅。咁你會見到佢呢啲平均就可能最極端嘅時候，過去就3成上落。咁近呢10年咧就好啲嘅，近呢10年你見到最低係8.58嘅啫。咁啊最高都係12蚊嘅啫，咁啊上落 around 十幾20%嘅啫，咁樣，咁但係每個月派8厘喎，其實好唔錯，咁個價格都 keep 到 around 10蚊上落水平。好啦，咁但係如果大家覺得，喂，其實10幾20%，甚至乎股災30%嘅上落太多啦，我接受唔到，我想再平穩啲，有嘅，咁我哋就揀呢一隻PIMCO GIS 啊嘅派息基金啦，咁都係每個月派嘅，咁佢個 credit rating 咧就 AA 嘅，咁我哋都望一望先。嗱，而家9.4蚊，3月26號啦，咁咧佢每股派息咧其實都 keep 住幾穩定嘅，都係0.0496啊，0.0496。咁而佢個價格咧，佢就係由12年成立到今日啦。成立嘅時候10蚊，最高咧就21年，咁啊去到11.25嘅。最低嘅時候咧就係23年9.06蚊啊，9.06蚊，咁啊去到今日啦。咁你見到佢呢個過去14年咁樣，佢個波幅咧相對係細好多嘅。即係最低都跌唔穿9蚊啦，最高都係11蚊零咁樣，咁變咗佢個波幅就 around 可能上落10%啦，上落10%，咁佢個平均 credit rating A 啦，呢個亦都係佢過去唔同年期嘅年利率嘅回報嚟嘅。咁藍色嗰條線咧就係佢嗰個回報，綠色就係個基準，咁佢都贏嗰個基準咧幾高下嘅，即係叫做跑贏同類型嘅產品咧幾多下嘅。咁樣樣啦，呢個都係過去嘅回報嚟嘅啫，將來就唔知發生咩事嘅，咁都係數據分析之用，咁啊唔涉及任何投資建議。好啦，咁我哋直接就係將富蘭克林呢隻基金擺落去阿黃生嘅 case 度啦，咁佢派8厘，咁講緊每個月有35000，咁但係佢嗰個按揭供款咧21000嘅啫，咁其實你減一減，即係話佢本身層樓攞出嚟做呢個按揭。做完佢每個月會有個被動收入，就係13900啦，13900。咁咧，而佢本身係借咗525萬出嚟啊嘛，525萬。咁呢525萬咧，我呢度寫錯咗啊，唔係529，529係計埋個現金回咋，淨係按揭就525嘅啫。咁會隨住年期咧慢慢減嘅，因為佢不停不停還錢啊嘛。即係去到最盡30年之後，其實佢冇爭銀行錢㗎啦。咁個基金就變咗係佢㗎啦。咁當然啦，呢個好後期30年啦。咁咧，但係其實個業主阿黃生任何時候咧，佢都可以賣晒啲基金去攞啲錢去還清嘅按揭嘅，係啦。咁當然啦，前提係假設個基金冇下跌啦。如果下跌嘅話咧，咁就要睇下，譬如2036年嘅時候。基金本身係529萬啊嘛，會唔會跌到得返395萬唔夠咧？如果係唔夠395萬嘅，咁佢咪唔可以還清咯？咁變咗佢嗰個本金可能就有虧損㗎啦，咁樣。咁基金價格可升可跌啦，同埋派息大家都要注意喎，派息唔係 guarantee 8厘喎，會有升會有跌嘅喎，咁樣。好啦，咁富蘭克林波幅太大，我唔想。咁如果揀PIMCO 都可以嘅，咁就6%，咁啊每個月派26000啦，咁減完個供款咧，其實都有額外被動收入嘅，都有5000蚊咁樣，咁因為佢個波幅細啲啊嘛，咁你可能安心啲咁樣。咁譬如我當黃生，佢可能講緊10年之後就退休啦，係咪？咁10年之後咧，佢可能就想賣咗隻基金去，咁529萬，假設真係咁好彩賣得翻529萬。咁而佢2036年嘅時候咧，就理論上係爭395嘅。咁樣賣完還翻落去，其實佢仲有剩130萬左右啦，就係佢額外嘅退休金啦。即係變咗咧，其實呢個計劃咧，唔單止係每個月額外有個被動收入俾個業主嘅，而且就係佢
隨住供款減少嘅時候咧，佢將個基金賣咗去，而還翻落個按揭度，其實可能係會有餘額，呢個餘額就係額外嘅收益嚟㗎啦，咁樣嚇。咁當然啦，賣基金買基金嘅時機都好重要嘅。咁咧，大家要注意個風險啦。第一，基金價格波動嘅，可升可跌。最極端嘅時候咧，即係啲報書話都有寫㗎，可能去到零都有嘅。咁而派息都不保證啦，亦都係可高可少啦。咁咧，萬一個基金波動同埋個派息唔保證，本身冇錢賺嘅，但係你按揭嘅利息成本同供款都繼續要俾嘅喎，咁你就要注意呢個風險啦。咁而佢帶俾你嘅就係乜嘢咧？高流動性同埋每月嘅額外現金流，仲要係即時嘅。高流動性嘅意思就係你隨時可以賣咗基金去還原翻成件事咁樣。咁而第二個 case 啦，就係阿李生嘅。咁呢個就係一個我哋所謂免費供樓嘅 case 啊。咁股價就900萬，咁佢而家爭緊250啦，仲爭12年嘅，而家供緊20400蚊，啊利率2.75。咁新按揭一樣，我哋做7成，咁咪630萬。咁個供款咧，因為我哋拉長咗30年，所以淨係25653嘅啫。咁我哋就套到385萬出嚟。咁有5萬蚊係因為個現金回贈0.8% 而嚟嘅。咁一樣我哋都係放落去兩隻基金度嘅啫，一隻就富蘭克林啦，一隻就係 PIMCO 咁樣。咁你會見到咧，其實放落去富蘭克林咧派翻2萬5咧，即時就唔使供啦啊！即時就唔使供，係啦，係啦，因為佢講緊派白利息咧2萬5啊嘛，而家加咗按新做按揭630萬，都係供2萬5啫嘛，咁咪每個月按揭減完我收到嘅派息基金派息，咁咪唔使供啦。好啦，咁而且咧就係雖然我哋按揭加大咗，但係慢慢還嘅時候，佢係咪爭銀行嘅錢會慢慢減少啊？其實去到2041年，即係15年之後，15年之後咧個按揭欠款咧會爭378萬嘅。如果富蘭克林喺15年之後個價格不變，咁我就賣到應該有385萬啦，咁就可以還清個按揭㗎啦。咁變咗即係話，我本身呢個 case，阿李生係要供緊2萬蚊㗎嘛，佢可以做到即時利用基金幫佢供樓，唔使自己供啦，免費供樓啦。跟住而15年之後，我取消個基金，亦都可以清還咗成個按揭，咁啊變咗佢就輕鬆好多啦。咁但係呢度有個前提就係基金價格冇下跌啦，同埋個派息要 keep 到8厘咁樣。咁所以咧個風險都要自己衡量嘅，係啦，咁風險一樣啦，我唔係可以多講啦。好啦，咁咧今日就簡單講咗物業活化派息基金嘅情況啦。咁我哋會做作為個 Excel 咧，下集去俾大家用嘅。而呢個 Excel 有個精華就係佢包含埋基金下跌嘅悲觀情況。譬如富蘭克林，我哋話過去最低試過7蚊啊嘛，萬一就係唔好彩你去到7蚊，咁每一年嘅情況會點樣？萬一真係去到7蚊嘅時候，我要擺幾多年，我先可以抵消到基金下跌帶嚟嘅影響咧？幾時先仲有錢賺咧？咁如果係PIMCO嘅，咁就悲觀情況就係跌10%啦，得翻9蚊，又係點樣算咧？咁樣。跟住下一次嘅個案分析咧，就真係精彩啦！我哋會帶嚟私人銀行級別嘅物業活化融資配置，係一個1000萬嘅物業，8年就可以額外賺到600萬，係一個非常誇張而且係傳統回報好難相信嘅情況下，賺到600萬咁啊，密切留意啦！大家就幫我 subscribe 同埋 like 我條片啦。如果你覺得條片可以幫到其他人嘅，幫我 share 埋出去。多謝大家觀看，拜拜。